一人一家庭醫生，你嘅健康守護者。喺追求健康嘅旅程中，我哋往往喺身體感到唔舒服嘅時候，先會去尋求醫療援助。經常提到預防勝於治療，預防疾病先係保持健康嘅治本之計。香港特區政府積極推動一人一家庭醫生嘅理念，正正就係要扭轉傳統重治療輕預防嘅觀念，為每位市民建立長遠穩固嘅健康防線。家庭醫生係你長期嘅健康夥伴，佢哋提供全面、連貫而且預防為主嘅護理，深入了解你嘅病歷、生活習慣以及家庭健康史。呢種持續嘅關係有助於及早識別潛在嘅健康風險，並提供適時嘅介入同建議，照顧你同你屋企人嘅健康。家庭醫生扮演住健康守門人嘅角色，除咗治療同護理急性同慢性疾病之外，家庭醫生喺持續支援預防同自我管理疾病方面，亦都起咗至關重要嘅角色。政府嘅支援與推動，為落實一人一家庭醫生嘅願景，醫務衛生局旗下嘅基層醫療處已經推出多項關鍵措施，構建完善嘅社區醫療網絡。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資助合資格市民進行高血壓、高血脂以及糖尿病篩查，並由參加者自選家庭醫生提供長期管理。地區康健中心或站與家庭醫生緊密合作，為市民提供便捷嘅社區支援。基層醫療指南提供專業嘅線上平台，可以俾市民根據地區或者專科等需求，輕鬆搜尋並選擇合適自己嘅家庭醫生。立即行動，擁抱健康。選擇一位固定嘅家庭醫生，意味住你同你嘅屋企人將會獲得更個人化、更協調嘅醫療照顧。唔單止確保你喺需要時得到適切嘅轉介，更加能夠透過持續嘅健康管理，實踐健康人生一人一家庭醫生嘅願景。立即透過二維碼，為自己同屋企人尋找一位值得信賴嘅健康夥伴。